今日下晡有直升机伫咧乌克兰基辅附近坠落，包含乌克兰的内政部长在内，计共有18人死亡。中国2022年出世的人数是比死亡较少85万人，是61年来头一届出现人口负成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下晡有一架直升机伫咧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洛瓦利坠落，包含乌克兰的内政部长在内，计共有18个人死亡。这架直升机坠落的时阵，是升弄到边仔幼儿园有公寓，规栋大楼呛乌烟着火烧。警方是证实，乌克兰的内政部长甲副手，佮有内政部的国务秘书，拢伫咧这场意外当中死亡。另外，佮有20多个人受伤送病院，不过详细失事原因还搁在调查。除了今日的意外，乌克兰东部顶一日是有一栋公寓去互罗西亚军射飞弹崩起，这死亡的人数是已经增加到45个人啊。死者当中有一个乌克兰出名的木星教练。伊的故事是引起国际关注。另外，有一个罗西亚请佣兵是走去挪威寻求政治庇护，表示讲伊会公开罗西亚犯的战争罪证据。这间灶卡温室的装潢看落是真温暖，不过规栋厝的壁是互飞弹炸甲脆炎炎，敢若剩残骸。室内外强烈的对比显示战火无情。这间厝的主人是乌克兰真出名木星湖的教练克伦诺夫斯基。无偌久之前，伊才伫咧这间灶卡替因查某囝庆祝生日。即嘛因为空袭全咧行起，这个花啊失去亲人，因的亲戚朋友嘛感觉真悲伤。которые показывали высокий результат, как малыши, так и взрослые ребята. Наша спортивная школа, город, область и,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ю, вся страна гордилась достижениями его спортсменов. 乌克兰东部第聂波罗这间高战楼馆的公寓，顶礼拜六受到空袭，造成至少45个人死亡，79个人受伤，还佫有15个人失踪。因为已经无啥物机会要活咧，所以目前救援队已经停止搜救。乌克兰当局嘛承认讲，这场空袭使用的反舰飞弹，乌克兰军方的防空系统无法度甲伊拍落来。英国国防部分析，这种反舰飞弹的精准度真歹，较会去伤到无辜。可见最近罗西亚军方精准武器的库存已经存无偌济，才会公布立将提出来使用。另外，提供罗西亚军方佣兵的瓦格纳集团，将指挥官伫咧人权团体协助之下，下过罗西亚甲挪威铁网围起来的边界，去互挪威警方逮捕。伊嘛是头一个逃去西方的罗西亚佣兵。Мне известно достоверно о 3 расстрелах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именно которые пытались совершить попытку побега с госпиталя по ранению,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известно о 10 расстрелах, это именно привозили на полигон Кнур. 律师表示，瓦格纳集团无经过同意，就延长恰梅德韦杰夫的合约，伊犯了家己性命嘛难保，愿意提供罗西亚犯战争罪证据，寻求挪威当局予伊政治的庇护。公司新闻杨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前首相菅义伟专访的时阵是表示，首相菅义伟向为了增加国防预算加扣税决定受过冲锋，有必要向大众解说清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家己研发的超音速战机“蓝鹰”刚成功起飞，速度是成功突破音速，成做南韩头一架国产的超音速战机。南韩的空军预计5年内就部署头一回。英国《Times》报道，英国牛津大学一个饮食健康学的教授，呼吁大众是莫搁早颠路去办公室互相分享。伊指出，有2/3的英国人体重伤过重，因为不知不觉食伤侪颠路，这对健康的危害是可比2秋分。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甲以色列官员证实，美国国防部要甲放伫咧以色列防止中东冲突的武器调走送回乌克兰。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新墨西哥州一个共和党的前议员候选人潘尼亚，认为选举选书认为讲这个选举是有做手，竟然是请人杀当地官员。这个前候选人已经去互警方抓起。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人口上介济的国家，不过昨中国是公布2022年出世的人数是956万人，死亡人数是1041万。
咱看这两条线是较明显，红线是死亡的人数超过乌线出事的，计共是减少85万人，是这61年来头一届出现这款情形。其实对这张图，咱嘛会当看出讲，这几年中国出事的比率是一直在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饲囝成本实在是伤过悬啊。就算政府提出减税，佮有补贴等等的奖励，收入也是无够用，少年人根本就唔敢生。中国人口是因劳动力的本钱，因过去捌互形容讲是世界工厂。不过这阵人口老化，劳动力开始减少，唔但因国内发展会变慢，全世界经济嘛拢会对咧受影响。美国威斯康辛的大学的学者伊福贤就表示，中国劳动力减少、生产变慢，物件就会愈来愈贵，世界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会哪来哪严重。根据联合国预估，未来这中国人口是会继续下降。不过，这阵印度人口还阁继续咧增加，上计是在今年，印度的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将做全世界上界侪人的国家。中国人口世界第一，春运因讲是代表人类上大耍期，今日是10月这一天，中国铁路交通就运输840万人次，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不过，中国官方17公布上新的统计，2021年出现61年来第一摆人口负成长。全国人口包括我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是1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中国前一摆人口减少是伫1960年，迄时阵中国咧对抗史上上严重饥荒。另外，中国去年死亡率是7.37%，创77年来新高。不过，关键原因依然是增加出生率。只有6.77%，各创历史新高。就算当局提出减税、大补贴甲延长产假奖励，不过生囡仔成本伤过悬，收入对不着支出，互中国少年人唔敢生囝。首先养一个孩子成本太高了，无论从小时候到升学啊，到未来找工作，包括娶妻生子或者嫁人的时候，这个整个育儿成本也很高。所以可能我们暂时现在没有2胎的这个打算。你像我是80后的话，可能不是很想考虑生孩子这些事儿。如果自己能自给自足的话，可能连对象都不想找。联合国专家有估，中国人口到2050年减少1.09亿，比之前有7加3倍。收入减少加上健康福利成本挺悬，恐惊互中国未负承诺。路透社分析，中国向向取消青年防疫政策，互医疗未堪得力，也互民众唔敢生囝。这摆人口负成长会加速重要转变。未来中国人口可能长期下降，印度有希望伫2023年加做世界上人口上济国家。印度民众希望政府应提出具体做法。नहीं अच्छी बात तो नहीं, इतनी पॉपुलेशन हो गया इंडिया में, इसके लिए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भी कुछ सोचना चाहिए। जो कि इतनी महंगाई है, इतनी पॉपुलेशन बढ़ रही है, तो कुछ भी कोई सोल्यूशन निकालना चाहिए हमारे इंडिया के लिए भी। 不过，印度依然有优势条件，因为17.3%人口年岁伫15到29之间，是全世界上少年的国家之一，而且印度人口成长也在减慢。为2011年年平均人口增加1.2%，比前10年的1.7%较低。公司新闻台为前报道。咱台湾最近的温度起落真大，欧洲的天气嘛无正常是特别温暖。有不少国家的厨师长拢已经强要无势通好营业啊！全世界气候反常愈来愈热，而且根据气象学家预估，今年2023年是会更较热，真有机会破有史以来上界热纪录。大个所在平均是会悬1.2度以上。根据美国海洋大气总署的记录，有史以来上界热的就是2016年，是比平均温度悬0.99度；第二是2020年悬0.98度。根据专家分析，今年应该是圣婴年。这圣婴年是一款正常的气候变化，通常是会比反圣婴年较热。不过这几年因为圣婴年加上气候暖化愈来愈严重，今年温度是真有可能会超过2016年，成做有史以来上界热的一年。其实这对2014年开始，每一年温度拢会当排入历史上上界热的前10名。
天气愈热，天灾就愈严重，亲像风台、海拔面升悬、可汗、火烧山欠济问题，拢只会愈来愈严重。比利时东部差不多700公尺悬的山区，这2天因为寒流来，气温降到0度以下，树仔规个是白的白，看起来是真水。不过当地居民注意到，这场大雪是来了较慢，而且这甲这个寒冷较温暖有关系。Je pense qu'il est important qu'on soit tous concernés pa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près, ici, à l'heure actuelle, c'est vrai qu'on voit déjà certains petits changements, mais je pense que oui, les saisons étaient plus marquées avant. Ici, on voit déjà un rythme un peu différent. 澳洲伫2022年，经过历史上第2热的一年，为瑞士到匈牙利，去年圣诞节拢出现异常的高温。比利时的夏年暝低温嘛有13.4度。澳洲几个所在储雪场拢面临雪量无够的困境。德国南部这个储雪圣地，规片草坡也是拢看现现，业者规气先用真做雪，才有法度营运。不过若讲唔落雪，原本月底按算要举办的储雪比赛，就要先冻点。Sehen, wir stehen hier im Zielauslauf. Hier hätte der Athlet mehr oder weniger abgeschwungen. Es ist einfach auf lange Frist keine Wetterbesserung und auch keine Temperaturveränderung, zumindest nicht so in Sicht, wie wir sie gebraucht hätten. Wir hätten jetzt einfach mehrere Nächte mit -9 Grad gebraucht, um die Beschneiung nochmal von Grund auf hier zu machen. 气象专家警告，目前地球平均的气温，当咧以每10年夜观0.2度的速度变烧热当中，今年按算会比去年更较热。So we're anticipating that 2023 will be warmer than 2022, both because the La Nina severity or intensity will be less, but also because you got another year of the long-term trends. 专家表示，气候变迁地区各样的天气，当地影响全世界。人类若阁唔想办法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小影、做大水、可汗、甲欠雪情形，拢会愈来愈热烈。国际新闻张慧敏编译。因为战争的关系，雅士石油这款能源价小拢大起。真侪澳洲的民众今年寒人为着省钱，唔敢开烧气，改是用香茶烘烧。这用茶数据量是一困就增加足济。希腊炒茶的工人拢拼命加班。法国卖茶经销商嘛讲，这20几年来拢唔捌拄过这款情形。预计要卖规个冬天的量是2-3礼拜就去互卖了了。一阵炒茶的工人坐伫茶会边仔小可休困一下，下一个烧茶。因为伫寒死死的冬天做炒茶的工课，其实非常辛苦，而且最近因的工作量增加真多，大家拢是拍拼甲自早做到暗。这是希腊北部的格雷维纳，希腊全国有70%的茶拢是为格雷维纳出产的。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能源的价小一直起。根据统计，伫希腊一个家庭若是开烧气，大概爱开1000块欧元，差不多代表32000块。佮加上雅士的费用是1300块欧元，差不多代表42000几块，才会当度过规个冬天。但是若是要茶库来烧，差不多300块至400块欧元，代表1万块左右就有够啊。比较起来，香茶是加省足侪钱的，所以最近大家拢开始用传统的壁炉代替烧气，甚至连煮食嘛用茶火。茶的需求量就向增加真多，但是炒茶的工人讲，嘛袂当因为安尼，就甲树仔拢炒了了。Εντάξει, βέβαια δεν πρέπει να κάνουμε κατάχρηση του δάσους, δε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ανέβουμε και πάρα πολύ. Πρέπει να παίρνουμε από το περίσσευμα της φύσης. 伫个法国情形嘛差不多，伫法国东北部要挖德国边境的阿尔萨斯，已经经营茶库的生意20几档的格雷德讲，伊毋捌拄过这种情形。原本炖起来拍算要卖规个冬天的茶库的量，无到2-3礼拜就卖了了。Oui, tout à fait. C'est une année particulière, pas uniquement pour moi, pour tous les revendeurs de bois de chauffage. On a eu une explosion de la demande. Ça va du simple pratiquement au double. 因为想要买茶库的人实在太多啊，即马因已经无法度应付新的人客。参像这位退休的老先生讲，好佳在伊伫2月战争还未爆发进前就先注文，即马才会当有茶库通用。按照这个办势看起来，伊可能都要骹手搁较猛烈，提早为后一个冬天先做准备。记者甘延延编译。世界上长火烧的法国修女安德烈，昨伫咧困眠当中病死，食到118岁。安德烈修女在生的时阵，是由学术单位希望伊提供 DNA 互因研究。
不过安德烈修女讲，伊长退休的秘密只有上帝知影，无愿意提供。Je pense me retirer de cette affaire, mais ils ne veulent pas. 伊是即马世界上大家知影上长寿的人瑞安德烈修女，讲出即句话的时阵，伊117岁。一冬后，伊伫咧1月17号，伫咧困的时阵，安详离开即个世界，享受118岁。Oh, ça m'a fait très, très, très plaisir parce que j'ai rencontré tout ce que j'aimais. Et je bénis le ciel de me les avoir donnés. 安德烈修女的本名是兰敦，1904年2月11日出生伫法国的南部。26岁正做天主教徒，41岁入去到修道院了后，分派去一间病院服务31年，一直做工课做到70多岁，才搬去法国南部地中海沿海城市的安养院。但是安尼伊嘛无退休，是继续关心别人，甚至后壁伊看无，搁爱靠轮椅，伊共款去照顾减免足侪岁的老人，因为这是伊活落去的动力。Un grand amour et de ne pas rechigner à leurs besoins. C'est ça qui est le principal. 安德烈长期以来拢是年岁上大的修女，欧洲上长寿的人瑞，而且伫2021年确诊新冠肺炎，后了后变做年岁上大的新冠康复者。不过世界上长寿的人瑞这个称号是119岁日本人瑞田中家主去年4月过身了后才轮到伊。Alors ma sœur, qu'est-ce que ça fait pour vous d'être doyenne de l'humanité? Qu'est-ce que c'est pour vous? Une fierté, mais un désastre. Un désastre? Oui, parce que je voudrais rendre aux autres ce qu'ils m'ont donné. 上爱照顾别人的安德烈修女讲，伊无介意到，因为想要一直互别人温暖。对伊离开，安养院的发言人陶维达表示讲，真正足悲痛，但是因为修女真希望讲伫天顶会当含厝内人搁做伙。离开这个世界对伊来讲嘛是一种解脱。过去嘛有人想要研究安德烈修女长寿的秘密，但是伊拒绝外界，想要讨伊 DNA 的请求。伊讲家己嘛唔知影是安怎活遮久，答案可能上帝才知影。公司新闻单文用编译。美国德州一间科技公司，几多年前开发一款机器人予病院使用，主要是负责送物件、减少护理师的杂事，予医疗人员会当专心顾病人。伊利诺州埃尔赫姆斯特纪念病院2020年6月引进一款德州科技公司所开发、后名真侪模式的机器人。由5英尺悬，目睭闪着蓝光，胸坎头前配备所有的云幕，手骨顶面放入一个用来开门的身份的徽章。为病院医疗团队，世界走来走去来处理杂务是伊的工作。We've got 2 robots in the hospital, and between the 2, they are working 24/7 with only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o charge in between. So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numbers to staff humans to do that work, we would need at least 6 people to do that amount of work. 病院所做统计显示，这2台机器人每个月来来回回送物件送1800转，相当1000英里。若是用医护人员行来行去的步数来计算，相当200万步。半年时间，机器人为医疗团队提供3100点钟的这个工作量。Leaves a lot more time for us to be able to focus on the patient and focus on what's going on and not be distracted by leaving the floor. 全美已经有侪间医疗机构对这款机器人感到有兴趣。科技公司的主管讲，已经有落订50台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